合理化。厝里遮人敢无因的代志噶？太太嘛真认真咧做伊的工课啊，嘛是有伊应该得的啊。但是咱通常咱会扩大咱家己的，啊是到伫教会中间，咱可能想讲，我是教会牧师，我是教会长老，我是教会执事，我是小组长。啥是咱的会友，咱的小组员应该敬重、敬听咱。咱若讲什么代志，咱拢歹插。有即种情形啊无？甚至会友会讲啊，我身躯破病，我心情郁卒。我有啥物一寡这烦恼孤单，啊，这牧长咱拢无咧来看，什么是这种情形伫遐发生？大家拢认为讲，伊家己有即个权应该得到，甚至嘛有人讲，这服侍中面我比什么人搁较努力，我应该逐日去互表扬，那毋是我受到表扬共款。这可能是一种例，这毋是讲咱教会有这种情形，无上介好，若有就提醒咱。有可能搁有其他，你种足单纯是讲，囡仔若有好成绩的时阵。伊以后再当考到好学校，好学校就差不多是伊以后职业的一种保障共款，才有这安全感的。所以我一定要强迫我的囡仔，一定要有好成绩。所以教会先免去无要紧啊，这无重要。甲朋友中间的来往嘛无重要。紧下课就转到厝里，紧读册，紧认真就好。干那考试就好，考好就好，牺牲了其他这物件。公司内底嘛有可能共款，我一定要得到上司的这种欣赏。我安怎努力，我要努力，互人看见时，我甚至牺牲我的同事的这种权利，牺牲伊为着要互我得到好。咱看见是一种为着我要得到这个目标。目标本来是无啥，毋是歹的，但是咱为着讲一定要得到的时阵，咱真可能就发生一寡这偶像就开始咧产生啊。有可能含到一个这恶性的这个循环点，我想买，然后我感觉我逐日得到，我一定有这个权利会当得到伊。确实，我若无得到安那，我就无这个快乐，也无安全的。当你若想买，强烈到变做一定买的时阵，伊就本来是无毋对的，无毋对的，伊嘛要开始来控制着咱的思想，伊就变做成做咱的偶像。所以其实偶像是咧讲啥？偶像除了上帝以外，咱感觉我靠伊，咱有幸福，啊，咱有满足，有即个安全的物件。伫以弗所书，伫后壁即足侪圣经在咱会当倒转家看吼。伫即哥林多前书伫遐讲着以弗所书第5章第50节讲，迄个贪心呢，就哪参像拜偶像共款。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讲，你袂使侍奉两个主，你若毋是服侍即个，你就是啊，服侍，毋是服侍上帝，你就服侍钱财。除了上帝以外，你要倚靠，哪参像安尼才当得到幸福？迄就是你的偶像。路顶马丁讲，你来追求的物件，你对神来咧倚靠伊的物件，还是你将你的心奉献互伊？迄其实就是你的神啊，就是你的偶像。我毋知咱有即个偶像伫咱的心中啊无？你可能讲无啊，我知识足知影的，我知影我一定爱倚靠上帝，上帝才是我的神啊！我哪有可能相信其他的偶像？伫列王记下段17章第41节，直接讲以色列人一方面侍奉上帝，一方面搁咧拜伊的偶像。咱心内知识知影，咱爱相信上帝，咱无可能放弃上帝。但是安怎？咱却常常啊稳准一别项偶像伫遐咧控制着咱。咱其实若即方面，咱甲以色列人无啥物无共款。偶像有可能是对好的即个念头伫遐来发生，嘛有可能是对即种邪恶念头发生。问题毋是咧安怎发生，问题是讲咱毋是咱要伫什么？是讲咱除了伤多啊，咱要求了伤多的时，就伫遐转化做无必须要去互满足的一定买。若无，我就袂当满足。即种毋对的情形。下骹有几个问的问题，你会使问，你就知影讲，是毋是你原来即个好的想买的物件，变做转化做无道德一定变。只要我安怎，我就会幸福、快乐、安全。咱可能讲，只要我若会当去，互我做着老板欣赏我做经理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足幸福、足满足。为着安尼，我就开始会想办法，要安怎达到即个目的。太太有可能讲，只要我的先生参入某某人的先生，安尼的时阵，遐尔体贴，我就感觉我足幸福快乐的。先生讲，只要我的太太参入什么人，伊定定拢安尼，
安尼真好势打扮伫伫厝里等我，安尼我就幸福，我就快乐。若有即种念头发生的时，一个本来是袂歹，即拄仔讲这是拢真好诶啊。但是你也感觉讲，我若无得到是就是安怎？迄个诚济无好诶，即种念头开始产生，甚至你会想讲，我要不计一切代价，就是要安怎？我会记得阮伫高中诶时阵，我去参加救国团诶即个爬玉山，阮已经到即个排云山庄诶，什么山庄？着中要去到尾，伫中要先休困了，再去爬玉山。阮已经天咧暗嘛，照看应该是时间无休爬去哩，阮着伫遐要休困。但是其他就一人讲，我家己要去哩，因为伊讲吼，我总是若去到迄个所在，死也瞑目。这就是啥呢？我不计一切代价要安怎？真可惜，这个人有影伊个家己爬去，结果暗时无倒转来，到暗时一半的时阵，轻轻强强，大家在咧无言声讲，已经敢若是已经是有发生意外，所以开始咧问讲，咱中间有医生无？有啥物人会当伊若救落来时，会当甲伊找啥物人要愿意去探险队去看无？到天较光的时，有个人救倒来，已经是过身啦。伊就除了到这所在遐过身，有即个欲望，有即个欲望本来是好的，你要去征服一个山真好，但是你若变做我无，我就要不计一切代价的时，已经变做你的偶像，已经你的价值观拢总伫遐来改变去。当这你会去安怎？你若无去互满足时，你有啥物感觉真灰心挫折？你会焦虑，你会悔恨，你会无助，你有即苦毒伫咧无？咱当常常来思考这个问题，这敢若是 X 光在甲咱照讲，咱到底有安尼无？咱若常常卖用啊，这是我应该得的，这是甚至是上帝的旨意得的啊，来合理化、甲圣化咱的这种欲望得的。特别咱伫教会时更加容易，咱真容易就伫讲上帝旨意，上帝我的启示就是安尼。两个人拢是讲上帝启示，两个人拢无共款，到底要安怎？咱先用咱家己心内即种偶像，伫遐扩大去，咱的意思，咱家己伫迄所在解释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咱拢是罪人，所以咱无可能有100%纯全的心智的心。所以即嘛袂使做咧借口。然后最后发现讲，这个根本就毋是上帝的意思，你家己意思啊，我都毋是完人啊，那见啥？无袂使用这来做借口的咧。因为你若是用上帝最中心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表现出来应该有上帝驾驶的即种特质的咧。上帝驾驶的特质是啥？诗篇103篇第8节，地方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受气，佮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所讲的，你所做的，敢有下伫安尼个？那有的时才是对上帝来即个旨意的。有时管教嘛是需要的，但是要有疼甲温柔，伫遐甲包调去做这样代志，才袂留落迄个无聊舍甲苦毒的种影响伫。加拉太书第6章的第1节就是安尼讲。兄弟啊，既然人有即个含恼罪过的心，咱都要伫神的人用温柔的心来归正伊，也家己毋当含恼伫迄个中间。所以偶像第2阶段是讲，我本来爱 desire， 就慢要得到。第2讲啊，爱 demand， 我一定爱得到啊，因为这是我应得的啊。无心要安怎？无就进到第3项，爱 judge， 我论断。原文的意思是讲 judge 就是咱咧讲的这种判断。咱的法官就是判断审判。咱知影审判是一种无对等的这种关系伫咧。法官甲你讲啊，我都本都无，但是你着要甲我判，我哪有啥办法？因为你较有权啊。咱敢若伫即个偶像内底，就是变做安尼。我得袂着，我爱伊个这，你不爱互我，我得袂着，我就开始安怎来开始论断，开始讲，拢嘛是你的原因，拢嘛像，永远袂去想到是家己的即个问题伫咧。偶像的这种敬拜是一定袂是，往往就互咱伫迄个所在，系用言语伫心内开始论断别人伫咧。咱用批评、挑剔、抱怨、责怪，伫遐咧论断别人，其实咱就是咧扮演上帝的角色。因为伫雅各书第4章的12节讲，立法的批评的只有一个，伊是假也是别。你是甚物人？
伫批评厝边啊。只有上帝才会使，但是咱竟然会诚做上帝伫遐咧做，那呢？咱嘛甲撒旦无啥物呢？无共款的，因为伫雅各书第3章14节到15节伫遐讲，既然咱心内有即种藏恶毒的、怨毒甲三钱的，就无通夸口，因为这是啥？这拢是魔鬼的款。咱若有咧论断的时阵，咱一方面扮演上帝角色，一方面咱甲撒旦是共款。不过安尼讲，啥物咱拢袂使讲别人的，毋是。圣经甲咱讲，咱嘛爱用疼心、温柔的心去挽回别人，去甲人讲伊的毋对的部分，拄则看迄个圣经在就写呢。所以问题是你的动机，甲你的态度是如何？所以才互咱看见讲有几啊个就是讲，你要论断人，伊有啥物特征伫咧？第一项。你有优越感，我是遮尔好，你是遮尔毋好，所以我要讲你。你安尼毋好安怎？你毋是用一个平等的即种身份伫遐咧讲遐，你真受气。你伫迄个用怪的方法，毋是用建议的方法，你用即种苦毒怨愤，你伫遐甚至安那退伊推论讲，你就是安尼啦，我想伊就是安尼啦。其实伊无迄个意思，但是你家己推论了是讲，决定讲伊就是一定是安尼啦。咱常常陷入即种的困难点，咱讲伊一定是安怎？结果是毋是伊？伊毋是即个意思，咱无一定会当知影。特别咱若甲人较亲密的时，咱的关系、咱的期待就愈来愈多，咱搁较容易伫迄所在来论断因。咱毋茫会当谨慎，当注意。期待并毋是啥物错误的，但是咱若会当无小心的，这期待就变做咱咧讲的即个标准。我真毋茫伊安怎，结果伊无达到安尼，开始我就就是即个毋茫，就是一定伊爱达到的。咱常常犯到即个部分，咱承认咱对咱的囡仔，咱每一个囡仔因上帝创造因拢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是咱常常来讲，你若无参与，你的哥哥共款；你若无参与，你的姐姐共款。你可能是对上帝这种创造有疑问的咧。上帝创造因两个本来就无共款的啊。你爱讲伊即个人你有尽力啊无？弟弟，你已经尽力无？你若尽力，安尼我会甲你嘉奖。虽然你的成绩无够你的哥哥安尼，因为你哥哥本来上帝就互伊较聪明啊。但是咱常常会比较，互伊讲毋茫共款，就用即个标准伫迄个所在来判断即个人。咱常常就有即个。有变做一个偶像伫咱的心中伫，这是即个偶像第三个、第四个是安怎？当我若论断到最后时，好，既然我得袂到是伊的原因，安尼我嘛要互你得到，咱开始安怎处罚？英文讲 I punish 是一种真严厉的即种对待伊，爱互伊有一个痛苦即个感觉伫咧。当咱的要求、咱的期待无受到满足时，无论咱是有意还是无心，咱会找到方法要来伤害对方，互对方会当屈从咱的即种欲望伫咧。即处罚呢有几种方式，伫遮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。像讲无好面色看啦，你就不爱讲话啦，讲话就讲话开始非常刻薄，正口倒写。即句话真好用，正口个倒写呢，真冷淡伊，无就拢无还没讲话。无就用这施暴，甚至性虐待，无甲人亲密，避免身躯的这种接触，拒绝正眼来看对方，甚至放弃这个关系，就不爱沟通。圣经这个课本里面有写，甚至谋杀，该阮谋杀伊的伊的兄哥共款，是安怎？你的找茬，伊的话中间你就听讲，讲话就足无友善的咧。咱看见的，甚至伫这个。雅各书第4章的第1节到第3节，甲咱讲，咱无论用倒一种方法去刑罚的时阵，不管用倒一种方式，其实咧甲咱讲，已经有一项物件是上帝以外咧辖制、咧控制着咱的心嘛。偶像的形成是啥？我想买，我较无买，正到底我一定买，这是我应得的。然后无，我就开始论断啊，我就开始批评别人啊。到最后，我就开始想出办法，要来处罚别人啊！偶像甲上帝现在无共款，每一个角度来看，伊是共款的。迄个他，因为咱的迄个周报内底吼，绕到即里吼。如果你伫每一个角度来看时，你看即个偶像甲看上帝其实是共款，你听伊，
你爱伊，你较无伊，然后